2026年泥工挑戰拍100套案例嘅第30套，東方晉源109平南北對流嘅單位，花費咗10幾個 W， 粉絲先睇下有幾巴晒 ，Go！ 即使生定死是在以後無道理，與你永遠已連在一體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確定每日挽住同樣的手臂。入門口呢個呢，一個小小嘅入戶空間，就兩邊做咗鞋櫃，增加咗收納。然後呢個位做一個換鞋凳，非常之方便啊！下邊仲可以放啲襪。上邊呢個位呢，後期放啲掛鈎，又可以掛下我哋日常着嗰啲衫。呢個戶型選擇嘅係75乘米半嘅兩面磚，直接通鋪，好搞衛生又大氣。然後想餐廳同廚房嘅空間睇起身更加闊落，就選擇做咗呢種開放式廚房。呢個位呢，就係吧台啦，利用吧台啲位將蒸烤箱放埋入去，然後炒、切、洗，呢個位就做咗高低台啦，非常之實用。如果本身呢度有道門做封閉式廚房呢，咁其實呢個位係做唔到餐邊櫃嘅。咁開放式咗之後，唔單止可以放咗一張大圓台，仲可以放咗一個大大嘅餐邊櫃。嗱，做一個斜角嘅設計，胡桃木嘅灰色，現代中古風風格。呢邊呢，生活露台就選擇將佢封閉起身。咁客餐廳想燈光氛圍見光不見燈，就做咗呢種簡簡單單嘅雙眼皮邊吊。跟住呢，呢位業主係想增加屋企嘅收納性嘅，所以呢就選擇做咗呢個滿牆電視櫃，唔佔用空間之餘，又增加咗收納功能，比傳統咁樣做一個複雜嘅電視牆實用得多。然後大陽台呢，亦都係選擇將佢推出嚟，因為想個客廳面積更大，所以呢就選擇封咗個陽台，利用呢個位做咗一個大大嘅陽台櫃，洗胸套裝、掃地機，然後呢邊可以放啲雜物，非常之實用。然後露台呢，就選擇做咗呢種斷條窗，因為業主嘅需求呢係想密封性好啲，隔音隔熱，所以呢泥工就推薦佢封呢一種。但如果想通風啲朋友呢，就可以選擇嗰隻綠位。客餐廳係咁樣，我哋一齊睇下房間係點樣嘅。因為呢個戶型呢係3房2廳2衛嘅。首先呢個公衛，衛生間呢就唔做複雜嘅設計，越簡單越好搞衛生。大磚600乘米2，直接到頂，然後呢唔做咩乾濕分離，亦都唔需要做嗰啲置物架，因為好搞衛生先係最實際噶嘛。然後到呢邊呢就係小朋友嘅房間，小朋友嘅房間因為面積啱啱好，所以呢選擇將1張1.5米嘅床放喺呢個位。呢邊呢就書台、書櫃、衣櫃，分段式衣櫃，非常之實用。上面放被，下邊掛衫，呢度擺翻啲小衣物，非常之哇晒。門嘅顏色呢就揀到胡桃木噶啦。然後呢間房呢就係做咗書房兼臨時客房去使用嘅。呢度一個大大嘅書台，上面一個大大嘅書櫃，然後呢邊再做翻個，哎呦，儲物櫃。地磚有冇見到？係選擇直接通鋪入嚟嘅。咁有啲人話啦，中古風係咪要揀油光磚啊？其實唔一定嘅，風格自己中意嘅先係最好用、最好睇嘅。因為呢個業主想好搞衛生，所以呢就選擇咗亮面磚。呢個呢就主人房，主人房唔做複雜嘅背景，就咁樣直接通拆一個珍珠白嘅乳膠漆啦。然後呢個位有冇見到？點解呢度有個櫃？因為係擔心個洗手間直接對住張床，所以呢喺呢個位就做咗一個7字形嘅小衣帽間。咁衣帽間啲衣櫃呢，全部都係做咗分段式嘅設計噶啦。一入到嚟空間啱啱好夠用，又可以避到呢啲風水嘅原因啦。然後入到嚟主衛一樣，就係堅守一個理念，唔做嗰啲玻璃門，因為玻璃門下邊有罅噶嘛，你好難搞衛生嘅，所以呢就選擇咁樣啦。乾乾淨淨，後期做一個浴簾就非常之實用啦。我覺得呢個業主呢係非常之通透嘅，因為佢知道邊啲嘢係該做，邊啲嘢係唔該做，從自己嘅生活去出發，去實現到佢中意嘅嘢。所以呢，好似咁樣嘅面積109平，花費咗唔超15個 W。
你中唔中意？我係黎哥，周手記得幫我。